亲爱的听众朋友，欢迎做伙收听厝边隔壁大家好，咱做伙来读圣经这个单元。我是代班主持梁sen。不知你还会记得3个月前的今仔日发生了什么代志？对，3个月前的今仔日就是国历正月21，拄好是农历过年前的一礼拜。记得迄暝我特别暗困，甲我的先生当啊准备要上楼去房间时，咧行楼梯的时，哇开始摇呢，真正摇甲袂细力。等甲地动较停的时，行入去房间，哇看到面床顶拢是册甲资料簿，我心中就一直感谢神。假使地动的时，我已经倒伫咧面床顶。可能就互这一直落落来的物件牵着来受伤了。接落来的几天，甚至伫农历过年的迄几天，还阁一直有地动。咱毋知有印象无？地动的时，毋知你心内想的是啥物呢？有一位姊妹讲，伊想到的是圣经中希伯来书写的麦会震动的国。是啊，咱若得到了麦会震动的国，就完全毋免惊咯。这个麦会震动的国伫倒位呢？就伫神的殿，伫天国啊。今仔日梁sen要甲大家做伙读诗篇84篇。每一摆读到这段经文，就想起细汉的时，厝就伫教会隔壁。迄段又个快乐又个温暖的日子。诗篇84篇第1节：万军的耶和华，你的基础偌呢通意爱？我心无乱无确想你的言语，我的心肠，我的肉体向永生神求救。万军之耶和华，我的王，我的神啊！伫你的这段遐，七鸟啊为家己找着厝，燕啊为家己找着父囝的收。安尼住伫你的殿内的，就是有福气，因有缘要学了你。靠你有力量，心中向往錫安的大路的，这号人就有福气。因经过流目屎的山谷，叫这个山谷变作水泉的所在，阁有秋天的雨的福气，盖满全山谷。因哪行开力哪加天，各人到錫安朝见神。耶和华万军的神啊，求你听我的祈祷；雅各的神啊，求你留心听。神啊，你是我的盾牌。求你爱看你受膏者的面，伫你的殿院住一日，较好伫别个所在住千日。宁可伫我的神的殿内过门，毋爱住伫恶人的帐棚内。因为耶和华神是日头，是盾牌，灭死了阴灰甲阴耀，伊未捌留了一项好物。无互遐行正直的人，万军之耶和华，我靠你的人就有福气。亲爱的朋友，你是不是会趁放假时出去行行呢？放松心情？是毋是有出去佚佗的经验？会记得我少年的时，趁着暑假，我就去澳洲做短期的音乐教育学习，嘛会顺续去旅游。这次旅游足足有40天的时间，哇，真长呢！伫咧上课的时阵，认识了真侪朋友，学习了无同的教学方法，
感觉足满足的。四界旅游，经验无同的生活方式，还是讲欣赏美丽又搁特殊的风景，食到当地的水果甲料理，哇，这拢会当增加咱人生的经验，心内感觉足欢喜，嘛真正足满足的。当结束了这段的旅程，上飞机，听到故乡的音乐、语言，迄种熟悉又搁互人安心的感觉，对，就是返去厝内迄种感觉啦。这种足熟悉的感觉是偌尼好，因为我知影我就要返去到属我的所在啊。细汉的时阵，会堂就伫隔壁，真正3脚步就会当到教会。我自细汉伫真耶稣教会大汉，生活中唱诗歌、读圣经、甲祈祷是一件真自然的代志。入去甲会堂，听到祈祷的声音，大家用灵言向主耶稣来祈祷，这个声音是熟悉甲袂当搁再熟悉啊！只要是教会有聚会，阮就一定参加。会当安尼讲，这就是阮生活的一部分。搁较大汉读大专的时，第一摆甲团契兄弟姊妹到了原住民教会访问。这是一个足特别的经验，互我有足深的印象。安怎讲呢？到了原住民的部落，看到的原住民是皮肤乌乌、目睭大大蕊、鼻仔个凸凸，但是嘴内讲的话是我听无的当地话，感觉有淡薄仔青分。但是当伊满面笑容来甲阮拍招呼的时，因嘴内讲出哈利路亚，这个时阵就感觉讲特别亲切，因为这就是教会内底大家互相拍招呼的时会讲的话啊。入去到会堂，大家做伙奉主耶稣圣名祈祷。哇，这个祈祷的声，拢甲我伫故乡的教会感受的拢同款呢。同款的灵言，同款的圣灵，就亲像转来到家己厝内迄款的熟悉，迄款的温暖。接落来聚会，做伙唱诗，做伙联谊的时，就亲像是厝内兄弟姊妹，大家做伙学老神，真正足快乐，足好的。后来有机会，我到国外的教会去做访问，去做工，拢同款呢。一句哈利路亚，就认出是家己教会兄弟姊妹，大家做伙奉主耶稣圣名祈祷，就感受到主内一家有神的灵同在的感觉。伫教会中，伫神的殿中，迄份平静安稳的心情，是搁较济的钱拢得袂到的啊！哇，住伫神的殿中，这种属灵的快乐，就亲像作诗的人所写的：伫神的院宇住一日，赢过伫别个所在住千日。
这世界是非不分，黑暗危险绕着我，有你指引我生命路途，使我一生一世不走差。求牵我手，带领我道路，紧握住你不离去。再一次张开你的双臂，紧拥抱我在你怀里，用爱指引我人生路途，我紧跟随你。是否我能够坚定不移我脚步？这世界是非不分，黑暗危险绕着我，有你指引我生命路途，使我一生一世不走差。求牵我手，带领我道路，紧握住你不离去。再一次张开你的双臂，紧拥抱我在你怀里，用爱指引我人生路途，我紧跟随你不讲到这，我就常常想起一个教会的阿嬷，伊为着要趁食，全家就搬徙到另外一个都市做生意。伊的国家因为信仰无介自由，资讯嘛无介公开，所以就因为安尼，伊找袂到教会。这个时阵，我想伊一定感觉心内有一点仔艰苦，因为袂当到教会聚会。但是这位阿嬷伊并无因为找无教会，伊就来放弃伊的信仰。颠倒是逐礼拜六，就是阮所讲的安息日，要去教会聚会的日子，伊就西装甲足整齐，穿上上水的衫，坐伫客厅大声唱诗，认真读圣经，专心祈祷，家己聚会。讲到这，我真正足佩服这个阿嬷呢。安怎讲呢？爱记得无偌久之前，咱伫咧疫情期间，有真侪活动，聚会的人数拢会受到限制，所以阮敢若会当伫厝内家己聚会、守安息，看网络直播的讲道影片。有时阵电话就开始响，有时阵就爬起来去便所，甚至厝内的人不知不觉就会开始开讲几句啊。伫咧清菜时，嘛会想讲，远直无要出门啊，应该嘛会当毋免穿甲遐正式。所以伫厝内要敬虔的聚会敬拜神，真正就爱用心，爱足注意的呢。因为这个阿嬷伊知影，咱所信的神是无所不知、无所不在的。
所以伊足谨慎。搁较无简单的是，伊几十年来拢坚持安尼做，一点仔都无凊彩。哇，真正是互人足钦佩的呢！是安怎会知影这个代志呢？原来啊，伊离世的时阵，伊的囝儿打电话转去故乡的教会，问讲要安怎来办丧事啊？透过各种的联络，才甲当地附近的教会联络着。伊的囝儿才讲着因阿母敬拜神的精神是遮尔啊虔诚，佮讲着因阿母真正足有智慧，伫咧事业经营，若拄着问题，毋知要安怎解决的时，还是讲毋知要安怎做选择的时阵，只爱问阿母就对啊。阿母总是会当互因上正确的建议，只爱照着安尼做，无一摆是失败，就真省事的。举一个例来讲，因要扩展事业，要开分店，有一个大型的商场要招商，除了银行优先安排伫咧上好的所在以外，大家拢想尽办法，希望家己的店面是会当上显目、上侪人经过的所在。而且原本因讲定是伫咧离入口无偌远迄一个真袂歹的所在，但是伫咧开幕前的无几工，商场的负责人煞来甲因讲有一个人啊，伊找了官员来出面，不得已就爱因将本来所定的地点留出来。假使有其他较好的所在让出来时，就会优先甲因通知。哇，这个时阵，因其实心内想，足生气的呢，但是因嘛毋知要安怎，所以只好就问因的阿母。阿母讲：让因啦，因为圣经讲宁可让步，相信神有上好的安排。真正是安尼呢。隔顿工，商场的负责人就来通知因讲，某一间银行讲因干那需要一半的空间，另外一半会当让出来，看因袂无？哇，这真正是比因原来所定的所在搁较好几啊倍呢！因为银行拢是摆伫咧上好、上显目的所在。后来，这囡仔就问因阿母讲：是安怎？你遮尔有智慧，知影应该爱安怎做？原来这智慧拢是对圣经来的，照圣经神的教导都无毋对啊！这就亲像咱拄则所读的圣经讲到的：耶和华神是日头，是灯牌，要赐了恩惠甲荣耀。伊未捌留了一项好处，要互遐行动正直的人。原来因的阿母挖靠的是真神，所看的是圣经，圣经内所写的就是神的话语。伊深深相信神的话语，神的教导就是真理，只爱照着真理来行就对啊。所以当因找无教会的时阵，神的教会、神的殿、神的国，就伫这个阿嬷的心内。圣经神的话语就成做伊的瓦靠，生活甲经营事业、判断是非的原则，就伫圣经内底。虽然这个阿嬷离世啊，伊的囝儿却因为安尼来找到教会，找到因阿母智慧的源头，找到永远的瓦靠。因为着要报答神的爱，甚至将办公大楼的规层楼免费予教会来使用。好咯，今仔日就甲大家分享到这咯。接落来，咱要做伙来祈祷，
哈利路亚，奉主耶稣圣名祈祷。主爱天父，阮感谢学了你、认捌你，是我这世人上有智慧的选择。藉着读圣经，得到你智慧的言语，我愿意遵照你的吩咐，做正直人，用圣经的真理做原则来行事做人。因为你要赐落福气予遐行动正直的人。我嘛要定定到教会参加聚会、唱诗、祈祷、读圣经。因为入去到你的殿中，阮就会当得到力量，得到安慰，得到倚靠。求你按照圣经所讲，赐阮福气。求你继续保守阮，无论阮伫倒位，只要阮向你祈祷，互阮会当得到平静安稳，满得你赐落的福气。最后，祈求你看顾保守亲爱的听众朋友，互因甲阮同款，拢会当得到对你来的福气。愿将一切荣耀、乐乐，拢归阮伫天顶的爸。哈利路亚，阿们。亲爱的听众朋友，咱厝边隔壁大家好的节目到这要完成咯。假使你对今仔日的节目内容有感动，想要分享，还是有疑问，会当伫留言区甲阮分享，还是提问，嘛会当将节目分享给亲情朋友哦。更加欢迎到徛街附近的真耶稣教会，甲阮做伙查考真理。感谢你的收听，欢迎后一摆空中再相会。你敢知影阿嬷迄阵的代志？伊一人孤单来信耶稣，不惊予人看见去笑甲别别，一步一步艰辛紧追逐，黑暗中跟你行路来做礼拜。为着要敲碎生命的葡萄树，你敢知伊流目屎忧伤的祈祷，感动主嘴听拯救伊全家。虽然阿嬷等去主耶稣身边，葡萄树伊永活伫咱心内。知影阿嬷迄阵的代志，伊一人孤单来信耶稣，不惊予人看见去笑甲别别，一步一步艰辛紧追逐，黑暗中甲你行路来做礼拜。为着要敲碎生命的葡萄树，你敢知伊流目屎
上的祈祷，感动主，水听拯救伊全家。虽然我嘛回去主耶稣身边，葡萄树永远活伫咱心内，毋茫咱像阿妈迄款的心声。